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7节，以赛亚书第58章第1节到第12节，马太福音第18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切勿引人犯罪。耶稣基督曾经谴责法利赛人以及经学教师们，他说：你们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。你们当着人家的面把天国的门关起来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进去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3节，意思就是说自己沉沦还要拖人下水。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8章，耶稣基督更进一步的提醒警告，无论是谁使信徒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离弃我，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，把他淹死在深海。这世界竟有使人离弃我的事，多么悲惨啊！这样的事固然会发生，但是那造成这种事的人要遭殃了。我们曾经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做落井下石，是说看到别人掉下了井里面，非但不救，还朝着井里丢下石头。就基督徒信仰角度来看，约拿就是此意图的人。整本的约拿书来看，约拿可以被形容为意图使人不得救，因为约拿自己认为他们不够格，认为救恩不应该临到他们的身上。以赛亚书58章，上帝对先知这样说，上帝说：你要大声喊叫，像号角那样响亮，不要停止，要向我的子民以色列宣布他们的罪状。他们天天敬拜我，自以为喜欢知道我的道路，自以为他们的国家是持守正义、服从我的法律的国家。他们要求我给他们公正的法律，表示他们喜欢敬拜我。先知的工作职责就是要提醒得罪上帝的人能够知错悔改，转向上帝，如同上帝要先知约拿所做的事情一样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是尼尼微城的那一些外邦不认识上帝的人们，或是那一些蒙呼召的犹太人们，都需要被提醒。他们总是会说，以色列人就问道，这是圣经的话，假如上主不注意我们何必禁食呢？假如他不查看我们何必自讨苦吃呢？但是事实的情形却不是如此。如同上帝又在以赛亚先知的书信里面说到的，上帝对他们说，你们一边禁食，一边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且欺压工人，你们禁食会使你们更凶暴，以致吵闹打架。你们以为这样的禁食会使我听你们的祷告吗？
你们进食的时候亏待自己，垂头丧气，像块凋谢的花朵。你们在地上铺麻布，撒灰，然后睡在上面。这就是进食吗？你们以为我会喜欢这样的进食吗？我所要的进食是解除那些欺压的锁链和不公正的恶，释放受压迫的人，要把你们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把你们的房屋开放给无家可归的人、穷人，拿衣服给赤身露体的人，不要拒绝求助无门的亲人。犹太人的行为基本上是使人跌倒的，是引人犯罪的。在信仰的追求上面，我们并不是要讲究谁比较大，就如同这一阵子牧师谈到的和会投票，他不是在讲究谁赢了，而是要去寻找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要懂得真心的服侍的真意，真实的进食，真实的献祭，不是争论谁是握有权柄或是声音比较大声的。因为即便是有权柄的人，出声音比较大声的人，如果没有好的影响力，就会成为负面的影响，容易引导人去犯罪。基督徒反倒要回转，如同小孩子，以单纯的心来追求跟随上帝。耶稣基督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回转，变成小孩子一样，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像这个小孩子那样谦卑的，在天国里就是最伟大的了。为了我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我们到信仰里面，到教会里面，不是为了要来搞破坏，而是要来重建上帝一个软体的、软性的圣殿，在上帝的旨意的基础上面，我们对于别人的正向影响，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。我们是使人的信仰生命提升的人，还是使人信心倒退的人？我们是使人蒙恩得救吗？还是使人进入漩涡，或是掉落在井里面、水里面？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7节，请我们自己来研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谨言慎行，让我们不但成为一个有好的模样的人，有见证的基督徒，不让我们成为别人的负面影响，使人因着我们离开上帝的道路而得罪了上帝。祷告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